台湾的铁桥专机下暗6点载14个人离开以色列飞去罗马，有137个台湾人甲因的亲人决定留伫以色列。美军伫红海查到3粒飞弹，怀疑是也门叛乱军射的，目标是要拍以色列，背后可能有伊朗做靠山。荷兰有贼仔假做服装店家人，等甲商店关门了后，开始偷摕物件，成功几落届才去互保全抓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是还咧恶化，咱台湾铁路交保的专机下暗6点已经对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飞去罗马，飞机顶是有14个人，包含9个台湾人甲5个邦交国的公民。有137个台湾人甲因的亲人，经过当地代表处联络，也是决定继续留伫以色列。那我觉得办事处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们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群组，然后给国人很多的协助。感谢主管斗相共，带着以色列的 YouTuber Mega 是翕影片来分享以色列的状况。即马以巴紧张的情势是一直唱悬，外交部启动专机撤侨，台北时间20暗时5点40，对特拉维夫机场起飞，要去罗马。班机目前拢总是14个人，包括9个台湾人，另外还有瓜地马拉的侨民4个，巴拉圭的侨民1个。驻以色列的代表李雅萍嘛去机场斗相共，另外还有137个台湾人，包括家属。联络了嘛是要留伫以色列。那他们的先生或是他们的小孩可能要上战场打仗，他们已经被征召，因此他们决定留在家园。那如果说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想要离开以色列，那我们也会提供他们不同方式的这种交通工具。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讲，有35个中国籍的人士想要坐包机来离开，不过这次向因来讨护照这资料了后，因就无国回应。对于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摆撤侨是立法院质询了后才做的决定，吴钊燮嘛特别澄清。都知道说，我们希望去订一班班机，没有办法说我现在要，你明天就可以给我。那这个跟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质询是完全没有关系。另外，敢会甲以色列的旅游警戒调起哩个红色。伊讲，虽然讲以色列边界紧张情势是一直唱悬，但是大部分的区域生活是正常无受到影响。即马还未到甲灯号调起红色的时阵，不过会继续关心当地的状况。若需要调的时阵，就会调。另外，对美国发布全球警戒，嘛和好朋友国家是保持正密的联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去访问以色列，咱台湾时间早起发表演说。讲是要追加1000亿美金的预算支持以色列、乌克兰、有咱台湾，强调因是要挺胜任何国际侵略的行为扩大。除了美国总统的外交动作，美军的卡尼号驱逐舰今日是伫咧红海查到3粒飞弹，基基分析是这也门的叛乱军射的，本来目标可能就是要拍以色列。这个也门的叛乱军背后可能是阁有这伊朗咧做靠山。这个事件就搁再显示讲，以哈的冲突已经变作伊斯兰甲犹太人的对立，而且因为这冲突一直咧扩大，美国国务院是直接发布全球旅游警戒，叫这美国人伫咧国外都要提高警觉。美国总统拜登昨天暗时伫白宫办公室针对以哈冲突甲俄乌战争透过电视宣布向全球发表演讲。警告若温存国际侵略行为继续落去，冲突甲混乱会拖到全球各地。Hamas and Putin represent different threats, but they share this in common. They both want to completely annihilate a neighboring democracy, completely annihilate it. 拜登表示，以色列甲乌克兰是毋是用伫战争当中胜利，对美国国家安全正重要。会请求国会批准1000亿美金的对外预算来支持两国。进前幕后消息人士指出，这个预算会阁用伫边境防御甲支援印太地区国家，其中就台湾。It's a smart investment that's going to pay dividends for American security for generations. Help us keep American troops out of harm's way. Help us build a world that is safer. 欧洲甲中东战火，互全球局势紧张，国家甲族群的矛盾更加严重。这礼拜都支持巴勒斯坦民众伫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头前发生冲突，也有美国记者伫5国被拘留。美国国务院就发布全球旅游警戒，呼吁海外美国公民注意安全。
We issued a worldwide caution alert where we advised U.S. citizens that due to increased tensions in various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potential for terrorist attacks, demonstrations, or violent actions against U.S. citizens and interests. 美国国防部是表示，美军军舰19拿查3条船约会弹甲几啊只无人机，对就是也门反政府组织青年运动社的目标，可能是以色列。这组织长期受伊朗支持，美方强调，任何针对中东地区威胁，美军拢会做出防御性的回应。公司新闻杨干编辑。加沙地区的百姓是这场战争上可怜的族群，直直受空袭，搁什么资源都无。加在这埃及是已经宣布开放边境，先让20只卡车送物资入去。不过这上紧嘛要拜六礼拜才会送，而且这物资的量老实讲根本就袂付起。虽然这物资是会当送入去啊，不过埃及迄边依然是坚持唔放难民过境。另外一个附近的国家约旦嘛坚持唔收。这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未来局势若转好了后，难民唔走，就会变做因国内社会问题。而且万不因，若是有哈马斯也是其他激进分子对咧入境，这政府恐惊就会拖回到因遐，无国家愿意冒险。为约旦、土耳其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的补给物资，也有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30万人份医疗用品，陆续到埃及北部的阿里什机场。红新月会等救援组织在运输行动物资的200台卡车，也已经等伫加沙边境的拉法关卡真侪天。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参详了后，得到以色列甲埃及点头。20下放10台卡车伫拉法入境加沙人道补给。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因为收到总比庇护上紧急活才能进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这数量实在是不够。It shouldn't be 20 trucks. It should be 2,000 trucks. 2.5 million people need assistance. 20 trucks is a drop in the ocean of need right now in Gaza. 以色列封锁空袭加沙2礼拜，食物、医疗、燃料甲水电拢欠缺，也有上百万当地居民被迫向南撤离，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联合国人道救济工程处第6部卡恩尤尼斯紧急起大型的布棚营地来庇护。أولادنا 48 نتشرد من بيوتهم هنا صرنا زي الواقع بالخيام في الخيام صرنا بيوتنا صرنا نقعد في خيام زي الدول زي أجدادنا ما توقعناش إن نكون هنا في خيام يعني يا عالم يا هو ارحمونا بدنا حدنا 人处境无好，埃及医院负责接受因紧急西奈半岛。总统塞西表示，以色列围困加沙切断补给，是一项将巴勒斯坦人强迫赶到埃及的计划。那呢，西奈半岛会加做激进分子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基地，和埃及无保受牵连。塞西阁建议以色列将这人带到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一直甲完成摧毁一间武装组织的任务为止。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根据美国媒体 CNN 暗头啊上新的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是证实，因早暗伫咧约旦河的西岸掠到60外哈马斯的成员，这当中是包含哈马斯的创办人之一，因当地发言人约瑟夫。以色列除了伫咧约旦河西岸的攻势，相信嘛有真侪战车已经伫咧加沙的边境待命，可能是真紧就会派兵攻入加沙。另外，约路撒冷甲美国纽约昨拢有大型的集会，望是当赶紧甲203个人质救出来。为了力组织以色列美国委员会19伫纽约的时报广场，为了让巴勒斯坦团体哈马斯拔去的203个人质，举行集会游行，一成几百个人来参加。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含犹太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都发表演说。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will visit the Rafah crossing in Gaza. Right now, sadly, tragically, it seems that his top priority is giving aid to the terrorists who abducted our loved ones. Shame on him! Shame on him! 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的靠壁，19只厝内人互绑去人质的家属，因拢做伙伫遮穿印有厝内人相片的白色 T 恤，大声念经替亲人祈祷。My brother's grandchildren were kidnapped, and we are doing anything we can to bring them back. That's it.
10月7日，哈马斯阿克萨风暴这个行动是以色列对1948年建国以来伤亡上惨重的攻击，和特拉维夫叫做是以色列的911。南边挖地中海的港市伊拉特的赤道店，最近少年有真侪人过来，要求把这个恐怖的日子插在因的身躯顶。הרבה מהם כתבו את התאריך 7 לאוקטובר, שכולנו מבינים מה הוא אומר, שהוא היה תאריך קשה מאוד לכ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גם למי שלא היה ביישובי העוטף.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19日去加沙边界视察步兵营嘛，甲士兵话话，讲大家真紧就会当踮伫咧加沙内部啊。אנחנו בוטחים בכם וסומכים עליכם. תמשיכו להתאמן. כל עוד יש זמן, תתארגנו, תהיו מוכנים. הפקודה תגיע. תודה רבה חבר'ה, סומכים עליכם, בהצלחה, ואנחנו עוד ניפגש, ומי שרואה עכשיו את עזה מרחוק, יראה אותה מבפנים. אני מבטיח לכם. בהצלחה. 格朗特讲的话，加上当局伫北部黎巴嫩边界城镇做人员撤离的行动，另外咱看到数量真侪以色列战车出现伫加沙边界，让咱看出开始对地面战的方向推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美军总伫红海炸也门叛军发射飞弹，背后可能有伊朗政府小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色列军伫咧掠到的哈马斯成员身躯顶，发现一款有安非他命的毒品药啊，并且食落精神好，几落天免困，这下手太人嘛，唔知影读惊。英国《泰报》报道，罗西亚战乌克兰无进展，罗西亚军伫咧前线无聊无助，竟然是组织伫咧地下战壕食毒。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印度甲加拿大因为思考到领袖的暗杀案，两国外交对决。印度是宣布取消加拿大外交官的核定权，加拿大就随调回41个驻印度的官员。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务院罕见发布全球旅游警戒，提醒美国人伫咧国外就要注意恐怖攻击。除了以色列迄边的冲突，苏丹的内战嘛是已经半年啊，也未结束，尚无受5000个百姓死亡。而且即阵，阁有兵仔四界抢劫性侵百姓，起脚动手，这平民的生活是受尽折磨。这是今年8月伫苏丹首都克图姆阿边哥甲百姓热台会面。另外一个画面是6月阿边哥邀请抢夺民用车辆，阁有人翕到军人伫大街路对民众出脚出手，阁甲居民赶出家门。خف وزنه وزادت قيمته ضربوا جرس الباب وانا فتحت الباب فاول ما جاء فتحت جرس الباب long story short 6 hours of beating of accusing of humiliating 类似影片伫今年4月，苏丹政府军甲 RSF 快速支援部队发生冲突了后，都一直伫网络流传。两派军人除了互相交战，共同点就是拢会攻击百姓，偷拍抢热台一再发生。不过双方拢否认犯案。有半年的内战，更较进一步演变成种族清算。伫炮火上激烈的打火，阿拉伯裔甲非裔真侪年恩怨。伫阿拉伯战士为主的 RSF 掌控打火了后，更较是未上山，非裔民众拢指控差不多去互灭族。非裔妇女煞变做士兵攻击性侵的目标。民众甚至翕到军人光头白日伫大路侵犯女性。国际调查组织调查发现，过去半年，无论政府军还是 RSF， 拢对真侪百姓性侵施加暴力。面对这个暴行，无武器的苏丹民众，敢会当一直翕影片分享给国外媒体，希望外界一旦看到这个残酷的景象，唔通袂记哩世界有一群人活伫人间地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欧盟上悬的人权奖沙卡洛夫奖，今年是颁予已经过身的伊朗科德族的女性艾米尼，佮有伊朗的女性运动。加上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嘛是颁予伊朗的人权运动，这对正咧抗争的伊朗人来讲是真大鼓励。I am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hat the 2023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has been awarded to Gina Mahsa Amini and the Women, Life and Freedom Movement in Iran. 今年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卡罗夫奖颁予过身的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甲伊朗女人生命自由运动。欧洲议会议长讲，9月16日是艾米尼伫伊朗被捕31周年。欧洲议会选择艾米尼甲伊朗女性运动做今年的得奖者，就此表达无被记录这抗争。欧洲议会伫甲伊朗继续勇敢为平等、尊严甲自由抗争的人徛做伙，而且对为自由付出最高代价人致上敬意。艾米尼伫去年9月13日访问德黑兰时阵，因为无遵守严格投检规定，互伊朗警方逮捕。3天了后，因为被监禁的时阵受虐待，伫病院死亡。伊死引起伊朗国内大规模女性抗争，世界各地女性也加入支持伊朗女性的行列，也必须伊朗总统重视这问题的严重性。مسئله خانم مرحومه امینی همه رو متاثر کرد و همه معتقدن که این قضیه معلوم بشه و روشن بشه. حتما همه ما با هر سلیقه‌ای و با هر نگاهی سیاسی، با هر گویشی از هر جای کشور به این قضیه که باید پیگیری بشود به صورت شفاف و عادلانه این قطعی است. 根据人权组织的讲法，伊朗当局对抗议民众展开暴力镇压，造成500多人死亡，22000多人被逮捕。虽然事件伫今年初已经慢慢平息，不过依然有人表达不满。萨卡罗夫奖由欧洲议会伫1988年设立，用苏联异己人士萨卡洛夫号名。伊伫1975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萨卡罗夫奖每年颁发，目的伫表扬捍卫人权或支持民主的个人甲组织。10月初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伊朗籍的人权运动者穆哈马迪。今年2项世界人权大奖拢颁发予伊朗女性，对伊朗人民有真重大意义。公司新闻新玉配编辑。西班牙警方昨日抓到一桩走私动物的案件，有400只猫仔、狗仔是生活伫垃圾里的环境破病受苦毒死亡。西班牙这几年是受动物保护法，这苦毒动物上当会当罚欧元20万，好代票700万。天开无辜的目睭，这个狗仔拄啊幸运逃过一劫，无正做保法集团的牺牲品。西班牙警方10月破获一件大规模宠物走私，佮逮捕13人。警方发现走私集团为东欧非法进口超过400多只的狗仔甲猫仔，因方怀疑下垃圾的环境条件，其中部分已经安尼破病，甚至互虐待死亡。警方2020年底就注意到这件宠物走私，因发现走私集团伪造宠物的来源证明物件，调工将未少已经破病的猫仔狗仔当作健康的宠物卖出去。西班牙最近几年动保意识提升，去年也通过刑法加重虐待放杀牺牲动物的法则。失业者上悬会当处20万欧元的罚款，或700万台票。西国政府统计，当地当年大约有30万只宠物被放杀，其中约1/3后来被捕杀。Nuestro país traemos una reforma del Código Penal y además, en el caso de que el resultado de este maltrato sea la muerte del animal, las penas de cárcel van a poder ampliarse hasta los 24 meses. 这项新法今年9月正式上路，同时禁止伫无经过核准的商店也是网络卖宠物。想要饲宠物的民众未来只会当透过合法环视业者的管道，若无会犯法。公司新闻江文编译。波兰有一个真罕古的贼仔，假做服装店的假人，竟然阁骗过店员甲过路人。等到这商场关门了后，伊就开始偷摕钱、偷食物件，阁互伊成功滚落袋，才去互保全找着，真正是袂输咧搬电影。服装店窗仔内底放几个假人马肚，每一个拢摆好姿势袂叮当，毋过感觉都有怪怪。问题就出一个正面，迄个手摕一个皮包的马肚。波兰警方特别公布一个特殊的测案，贼偷假做假人马肚，徛伫一间购物中心内底店假窗仔头前。等商场收店了后，佫趁机会偷物件。嫌犯是一个22岁男性，趁卖场营业时，假做假马肚，等商场无人时阵，才进入珠宝店偷物件。因为这查某人实在是伤过假，店员甲民众都无发现。
后来保全发现有点无正常，才掠到这贼头。事实上，这查甫人已经用共款的手法成功得手几啊摆。警察指出，伊捌走入去商场内底酒吧食物件，然后佫走去服装店换衫，伊爱敲店头收银机，至少涉嫌3件窃案。这贼头已经被拘留，那罪名成立，相当爱吃10年牢饭。公司新闻市范梁编译。雪梨歌剧院是澳洲上届出名地标，今日是雪梨歌剧院启用满50周年。咱就回来看伊这半世纪的故事。这是澳洲第2021年改国歌的歌词了后，在迄年1月26日国庆暗会首演，在雪梨歌剧院的外壁是先后展出原住民的旗仔和澳洲的国旗。造型正特别的雪梨歌剧院，这几年来已经变作澳洲国内外的人心内无法度取代的国家代表。今年5月，澳洲航空是引进上新型的空中巴士，会能够控制1000型的飞行机。首航登来澳洲，当然嘛一定要飞过雪梨港和歌剧院的顶面。不过在请仰这几年进前，雪梨歌剧院对设计开工到起好，会使讲是拄到真侪困难。变更设计成本超贵，首席设计建筑师施一个风波，互规个施工进程是拖超过14年，一直到1973年才完工。今年10月20日开幕首演，澳洲第一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迄当阵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嘛亲身到现场主持开幕的仪式。I can't believe this building has only been here for 50 years, but it's an honour. It's marvellous. 50年来，除了各国的正常名流拢来过雪梨歌剧院，有算不清楚的乐团、演奏家和歌手，拢捌伫这个舞台顶表演。The numbers are amazing. It's 118,000 at last count performances have happened in the Opera House, and 63 million seats have been sold. So that's an extraordinary number of people who've had an experience here. 有雪梨奥运和国庆日宴会这么请仰的时阵，当然嘛有示威抗争的场面，环保团体、反战人士、原住民的族群。想要成全国和全世界关心的人，嘛拢会想到要去雪梨歌剧院。另外，真侪人较关心做生意，雪梨歌剧院的外壁变做真侪商业活动，想要去做广告的目标。伫雪梨港边仔起的这个真悬的大楼，对整体的天际线和景观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讲到比利时上届出名的物件，除了巧克力豆，大概就是秘鲁啊。这比利时的秘鲁是几多年前就去予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近伫因的首都布鲁塞尔是有一间秘鲁的世界博物馆，是用一间老证券交易所改建的。这内底毋但有小解秘鲁的历史甲技术的过程，厝顶的酒吧阁有真济口味的秘鲁通啉。这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栋非常特别的建筑物，19世纪的证券交易所。原本这栋建筑物因为伤旧，已经停止使用，但是当地政府甲业者合作，开9900万欧元，差不多台票33亿，将这个所在重新改造，变成叫做比利时秘鲁世界的博物馆。讲到全世界生产秘鲁出名的国家，比利时一定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不是欧洲的大国，但是比利时全国有超过430间秘鲁工厂，生产出1600几种无同口味的秘鲁。而且真特别的是，每一种秘鲁拢有属于家己专门的秘鲁玻璃杯啊。比利时的秘鲁伫2016年的时，就互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文化遗产。When you drink a Belgian beer, you really are there for an experience. Everything comes together: the heritage, the richness, the traditions, the pouring rituals. Every beer has its own glass, so it's really something to treasure. 今年9月初开幕的这个比利时秘鲁世界，是全球上大的秘鲁活动体验中心。会当透过各种展览、甲互动式的设备，了解比利时为中古世纪为着要代替受到污染的水，开始结麦仔酒的历史，阁有比利时4种无同款结麦仔酒的方法，嘛会当知影比利时每一个秘鲁品牌的特色，甲因背后的小故事。I believe that all the beer drinker, if they wish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beer, is definitely a place for them to visit. 参观路线的最后，当然爱亲身啉看卖比利时的秘鲁有偌好啉。伫4楼厝尾顶的酒吧，参观的民众会当享受各种比利时的秘鲁，甲朋友行出去外口露天的嬉沙室，欢喜干杯。
比利时美流世界的门票一张是17块欧元，差不多台票580块。博物馆的人希望每年会当吸引至少30万人来参观，让这个所在变作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个新的观光点。记者感恩恁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下礼拜拜1到拜5同一个时间再会。